对不起，阿姨，今天我过来是跟您道歉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在那样的场合，我比志恒大，我应该更冷静一些。你和志恒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，我和你叔叔都把你当自己的孩子。我对不起您跟叔叔，希望您可以原谅我。 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。你要走？啊？阿姨祝你一切顺利。阿姨，我可能有一阵子都回不来了，您和叔叔一定要保重身体。一鸣啊。 阿姨有句话，不知道能不能说，也许会有一些过分。阿姨，您说。阿姨希望你尽量少回来，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，如果一定要回来的话，最好低调些。我都懂，阿姨。 我可不可以在走之前再看一眼志恒？我今天来是和你道歉的。你如果不方便说话，可以不说。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都是因为当时我不理智。 和梦妮没有关系，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不要为难他。我会离开这里，从此以后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属于你的海州。站住！ 什么叫我的海州？你想听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？就像如果今天住院的是我一定会住在旁边7、8个人的病房里面。 甚至是在医院的走道里面打吊瓶，而不是这个单间。就像当初我想帮孟叔找一个好的疗养院，即使有钱也找不到好的床位，而你只需要一个电话。就像我毕业3年了，还在为了生活而跑龙套，你毕业3个月就可以当上一家公司的总经理。就像我之所以会放手。 是因为你和你的家庭可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，而我除了感情以外，一无所有。但是张志恒，我一点都不记得，因为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告诉我，我不服气。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离开海州去试试，
完全靠你自己去试试。怎么了？张总，就是张总。对了，张总昨天晚上横刀夺爱，当着全场观众的面动手打人了。结果被人家给打了。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咱张总平时可是很冷静的一个人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女孩，就叫孟妮的那个？原来跟刘一鸣谈恋爱，后来啊，看我们张总有钱，就跟刘一鸣掰了。我更倾向于他的说法，张总对孟妮儿早就有意思了。爸，喝一口吧。爸，都1天没吃东西了，就喝一口。来。爸，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拉肚子了呢？得赶快好起来，好起来我可以到处带你转转。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志恒也不理我。我走，你要走？我不走，爸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，我哪儿都不去。要不，咱们回家，就咱们2个人。好，回家，就咱们2个。还有你妈，还有你爸。爸，我为什么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？本来志恒和一鸣原来那么好的朋友。现在却因为我变成这样，我知道志恒对我好，我也想回报，可是一鸣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能力抵抗。他明天就要走了。多想不顾一切的跟他一起走，可是爸爸怎么办？躺在床上的志恒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呀？